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。今仔要读是伫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第1节到第9节。扫罗继续用凶杀的口气恐吓主的门徒，伊去见大祭司，要求大祭司写公函，予大马士革逐个会堂，准伊受查。然后找到信奉即个道路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通答应抓起来，押去耶路撒冷。伊就去，伫得要到大马士革的时，忽然有光对天来，四面搭伊照，伊就跋落地，听见有声对伊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是安怎地迫害我？”伊问讲：“主啊，你是甚物人？”迄个声应讲：“我就是你迫害的耶稣。起来，入去城内，你着做的事，有人会甲你讲。”当行的人就徛地，硬硬袂讲话，因有听到声，拢无看到人。扫罗对涂骹爬起来，目睭天开，拢无看到甚物。因就牵伊的手，带伊入去大马士革。伊3日久无看见，无食嘛无啉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咱，着照伊的话去行。信息今仔篇牧师要传讲信息，伊的题目是人生的胜利组嘛，人生的胜利组嘛，请弟来领受。大家平安，大家中秋快乐！快乐！每一个世代都无共款哦。以前中秋的时阵，回去厝内底，可能款一大堆物件，对无？早起出门按时才到。即马有需要安尼无？毋免啊，坐高铁，早起出门中昼就到位啊，都会当食中昼。时代无共款。最近我看到网络伫遐写一寡物件讲。人生胜利组，你有看过这5字无？网站是伫咧报上，什么叫人生胜利组？毋知你是倒一组？我小可问看卖吼。头一组，这 X 组 ，X 世代。什么叫 X 世代呢 ？X 世代就指着1966年到1980年代这出世的人叫 X 世代。我就是 S 世代的人。过来就是 Y 世代 ，Y 世代呢？就是差不多是伫1981年到2000年出世这个囡仔，伫这个时间出世的囡仔叫 Y 世代。Z 世代呢 ？Z 世代就是1990年到差不多2000年以后出世这个囡仔叫 Z 世代。Z 世代大部分都是 X 世代囡仔，我的囝就是 Z 世代。世代差真济，拄仔咱都做伙敬拜俄罗斯，我少年时我都毋敢像伊安尼表演的。也是讲用安尼来敬拜上帝，毋敢。时代无共，用的方法嘛无啥共款。过去吼，迄个年代就讲，莫阁佚佗啊，莫拍拍走，莫阁耍啊，讲倒去厝看册。即摆是讲，莫伫咧厝诶拍网、拍电动，紧出去外口佚佗。时代无共，即摆放假休困的时，青少年创啥？你知影？大部分拢伫厝内底拍电动。看影片，搁一人一支手机，这时代真正是无共，差真济。1990年代到即马咧，以早是放风吹，即马是自拍。中昼也是讲即几工中秋食饭的时，你注意看遐青少年，莫叮当，先拍照，自拍。什么人先食饭？毋是阿公阿嬷。是手机啊，先食饭，翕了好，会当开始叮当。这是咱可能这无共款年代世代无共款。你讲牧师啊，我毋是 X 世代，我毋是 Y 世代，你是 Z 世代，我拢毋是咧。你就是中辈啊，对啊，就是啊。有当时无共年代无共款的做法，
但是即摆青少年呢，是活伫倒个一款的世代咧。你知影，这青少年吼，75%有家己的手机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我迄个年代 X 世代的人，做伙看这个电影，以前有讲 NTV， 你问这青少年什么 NTV， 伊听无啦？什么叫 NTV？NTV 就是讲吼，阮迄个年代就一群人，吼学生，也是讲伊出社会，这社青哦，做伙放迄电影，啊，租一个所在，一个包厢伫遐看电影。啊，即摆青少年有需要无？毋免啦，你看你的，我看我的，这是无共款的世代吼。84%的青少年拢有家己的3C 媒体，表示无需要甲别人做伙看。以前看电影拢招招做伙去对无？即摆毋免，伫厝内底看就好，毋免出门。时代无共款啊，75%的这青少年用这手机啊，就网络。上界吸引的物件是啥物？看影片、耍电动，这物件听音乐。你看每一个青少年拢在听音乐，无一定是听敬拜，无一定哦，都听爱听的物件啦。你爱听的物件，绝对甲伊无共款。咱这长辈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出世的囡仔，甲伊无共款呢。你听你的，伊听伊的。有当时听伊咧听啥物？哦，这音乐真吵，真正挡袂牢对无？你听到心脏卜卜跳，这就是青少年咯。但是呢，青少年放假伫咧厝内底看手机啊，上爱就是吼手机啊听音乐，用手机啊听音乐，耍这啊电动看影片。但是你知影哦，因看影片毋是凊彩有白看哦，时间长伊嘛无爱看，会当忍受因看影片吼。根据这统计，你又看卖，会当忍受偌长的时间，只有2分半。啊！迄日差点走出来哦。有当时咱看到这青少年，你看无数个讲道，若30分钟的，这毋免看，伤长啊！你看做媒体的人，以前阮这拄开始咱这做这每日亮光哦。咱咧无事爱拍这读圣经、解释圣经的短短影片吼，迄教会要求是袂当超过2分半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因根据统计调查，就是青少年会当忍受的就是2分半尔。所以你要帮助这群青少年是无共款的。以早全家出去佚佗对无？带囡仔佚佗。啊！看到边仔有男有女伫遐约会，即马咧带狗仔出门，拢无爱生啊。结婚会当试看卖，要生囝毋免考虑吼。啊，这以早是一男一女，即马是啥？男男女女，哇！你知影 Z 世代囡仔出世无共款哦 ，Y 世代囡仔出世，伊文化、社会、教育冲击是真大，多元化。啊是讲，即代囡仔、Y 世代囡仔、Z 世代囡仔，无像咱古早咱这长辈，生活真艰苦啊。但是即摆时代无共，这 Y 世代、Z 世代囡仔出世啥物拢有，尤其是 Y 世代囡仔，迄当阵台湾钱趁饱饱，囡仔要啥？要读册、要出国、要创啥，拢互因啊。Z 世代囡仔，毋是爸母互伊，是阿公互伊啊。这世代无共款，教育无共款，教会你牧养青少年方法应该嘛无共款。以早礼拜堂吼，这是写啥物物件？你知影？信息啊，圣经要读叨位啊？起英文伫倒？即马时代无共，一定爱放影片。为什么？放影片才会当吸引青少年注意。有这图片了后，伊才会当吸引你注意力。无可能3分钟了，伊就无爱插你啊！我一摆伫青少年中间，看到这高中的学生，吵到要死，讲话袂听，放一影片，全部拢无声，非常专心伫看影片。为什么？这是因就是即款环境大汉，即款环境大汉的囡仔嘛。咱出世时有电脑，咱在座出世拢无电脑。你出世时有手机的人举手，电话就无。
X 世代的人出世无手机啊哦，Z 世代有无？有呢。你的孙出世的时候就有手机啊，伊就开始算，比你较厉害。爸母无爱照你，阿公照你无要紧。这世代囡仔是完全甲咱这 Z 世代、X 世代、Y 世，就是这 Y 世代、这 X 世代囡仔无共款，甲咱完全无共款。所以教会要怎样帮助这群青少年？也是讲咱期待伊的生命中间是人生的胜利组。咱每一个世代拢有一个标准，有一个期待，咱的囝儿，尤其是即马少子化的年代。咱就盼望咱的囝儿、咱的孙是人生胜利组，但是你是倒一组啊？咱调查，咱看这个调查报告，这是4年前的一个网络调查的报告。伊讲吼，胜利组吼，头一项上界有钱的，就是胜利组啦，财力上好，有钱人。第2项呢，家庭背景真好。第3项。外表真水，缘投。第4项有权柄有权力，倒来学历真好。这是人讲人生的胜利组，这是即马青少是13岁以上来做一个调查。这甲你迄组有共款无？咱认为人生胜利组到底是怎样？当然，社会讲的人生胜利组，甲咱的信仰价值观下面讲的人生胜利组无共啊。但是，咱家庭教育、咱基督教教育要怎样帮助咱的囝儿，会当成做一个人生胜利组？在咱所读的经文中间，有一个真出名的人叫保罗。保罗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，伊的背景有好无？出世就是罗马公民的，表示安怎？伊家境真好啊！伊血统毋是罗马人哦，但是伊出世就是罗马公民。罗马公民迄个时代、迄个年代，必须要用钱。有人毋是罗马公民，就用钱去买。伊毋是罗马人，所以伊爱用钱去买。但是圣经写讲，这保罗出世就是罗马公民啊，表示伊的家庭背景真好。伊倒位去读册？伊是这个经学教师中间上界有名加马列。下面做伊学生，伊表示伊个家庭真好，请一个真好的老师先生来教帮助这个保罗。所以你也知影，保罗深深受到伊个家庭的影响。一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上界大影响就是你原底出世迄个家庭，带你迄一生的影响力。加拉太书第1章第40所在伫遐讲，伫同辈犹太人中间，保罗表现是真好，真严守遵守这犹太人的教规，热心遵探这祖先的教士传统。但是呢，咱来看伊敢是人生胜利组？社会来看，犹太人来看，伊是人生胜利组啊！有学问，有钱，有关系，但是无缘投啦吼。咱也知影。保罗是这款的家庭背景大汉，犹太人中的犹太人，遵行一切这犹太人的法规。但是呢，伊的生命中间，对咱信仰来看，伊毋是人生胜利组。伊是怎样咧恐吓这基督徒、主耶稣的门徒，要求大祭司互伊一个公函，会当掠这基督徒到伫家内面。对咱的信仰来看，伊毋是人生胜利组啊，甚至伊是迫害教会的人。咱对加拉太书进前这错误书查经的中间，嘛伫遐讲到，原底保罗的生命就是迫害教会的这款的人。伊怎样转变？这款有问题青少年，因为讲伊是识上帝啊，伊毋知什么人是耶稣啊。伊生命中间，伊家庭背景中间，就是假使讲有一位上帝，但是伊嘛是认为讲，伊为着主，为着上帝大发热心来掠这基督徒。但是呢，对咱这基督徒来看，伊是一个有问题的青少年。司提反要死的时，
伊就对面边仔摕伊的衫，认为讲这是好代志。即款的人，伊怎样来转变？即款的青少年，伊怎样转变伊的价值观？对即摆青少年来讲，原底家庭影响力真大，尤其是甲青少年这段时间，青少年这段时间是建立一个独立思考的时间。以早青少，以早这国校的时，就讲叫你读圣经，你就读圣经；叫你背经句，你就背经句；叫你唱诗歌，就唱诗歌。到青少年讲，你唱你的歌，我唱我的歌；你读圣经，你读你的，我读我的。但是呢，伫这时间点真重要，就是要建立伊开始一个人独立来思考的一款能力，尤其是道德方面、甲信仰方面嘛是安尼。你袂当讲照古早方法来甲伊教育，伊是要搁较深的思考来帮助咱的下一代，尤其是青少年。所以伫厝内底，你讨论什么代志，这真重要。有当时，咱伫厝内底，你有教示你的囝儿伫信仰顶头会分享无？伊就是厝内底分享的是什么物件呢？伊伫学校，若是讲甲人相拍，还是讲白贼话，还是讲老师甲伊批评，伊心内底是种伤心。你要怎样用信仰的态度甲伊讨论？若是讲伊对圣经有问题，就无要紧，圣经有问题去问牧师啦。咱来想看觅，咱教会若500几个家庭，每一个家庭饲2个囝，每一个人有2个问题，对无？就4个问题，5个家庭就千几个问题，咱这牧师哪有时间回答？所以上界重要就是咱的家庭，包括咱的母语的教导方面嘛是共款。你讲青少年无啥会晓讲台语，你厝内底爱教，毋是教伫教会教。咱每一个家庭，咱做家长的，咱爱负起咱的家庭教育，时常甲咱的囝儿来讨论信仰的问题。当然，伫家庭教育有好影响，嘛有歹影响。我拄着即个青少年，伊讲牧师啊，我的爸爸妈妈拢有甲我交代，教伫教会真好。但是绝对袂当洗礼信耶稣。这是原底拜的家庭，所以对伊是较歹有影响，也是讲伊要信耶稣有真济真在的所在。家庭教育、家庭的影响是真大，所以在帮助咱这世代、Y 世代、Z 世代囡仔，咱伫厝内底爱帮助伊，无伊会歪错，伊的人生胜利组，伊就认为讲爱有钱。爱有名声，爱有地位，爱考试真好，爱有学历。其实对咱的信仰来讲，这毋是上界重要。我毋知你的家庭中间是怎样讨论信仰的问题，但是我亲身了解一项代志：家庭，你原底家庭的影响力真大。那保罗怎样开始改变原底伊的家庭和伊的观念呢？就伊拄着主耶稣了后，拄啊咱所读圣经使徒行传中间，伊往这大马色的路州拄着耶稣甲伊讲话啊，伊拍伫涂骹，听到一个声：扫罗啊，扫罗啊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对，安尼开始，保罗的性命开始改变。保罗更较清楚了解。甲耶稣相拄了后，才知影，原来我是一个迫害教会、迫害主耶稣的人。无伊的人生呢，伊可能以后真做一个经学教师，真出名的经学教师，但是一世人毋捌主耶稣基督。保罗继续迫害教会，伊若无甲主耶稣相拄，伊真做一个问题青少年。但是呢，伊甲主耶稣相拄了后，开个目睭，熟你个目睭甲耳孔。以前伊对上帝了解是头脑思想顶头，圣经中间所写的上帝，传统中间所了解的上帝。但伊甲主耶稣相拄了后，伊才知影耶稣基督
是国活国真的上帝。咱的这世代、Y 世代、Z 世代的青少年嘛是同款，因需要有一个甲主耶稣基督三度的迄款的经验。迄个经验要加做因的帮站，迄个经验会当开因属灵的目睭甲耳孔，知影有一个听伊的上帝。青少年思考甲咱无共，青少年是用感受做开始 ，feel、do、think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青少年思考是讲，我爱先有 feel 啊，你我感受会到啊，伊才会去做，伊才会去想。比如讲一个代志。哦，你看到啊，这个要去比赛，比赛得冠军，冠军这种快乐，你知影讲哦，人生快乐，得冠军是这种快乐，这快乐带互你什么意义？冠军有什么意义？伊首先爱从体验开始，但是呢，Y 世代的人，Y 世代以上的人，拢是用思考开始。以前阮咧读青少年主日学时，现在中一即书在教。哦，圣经的道理安尼写吼，主的话是安尼，我就是，去思考，应该安尼做。所以你人生中间爱照上帝话安尼去行，好无？好，拢真乖咧。即我世代以上的人，用头壳先思考，则是感受再去做。但是青少年毋是呢，伊爱先有感受着，伊的思考甲咱即个世代的人无共款，他必须要先有 feel。我拄仔开始嘛无了解，啥物无 feel？ 祈祷会关较暗暗，爱有先有 feel， 这无共款的。我讲种青少年伊爱先有 feel， 但是有一项真重要，咱会帮助咱的青少年甲主耶稣三度。伊若无三度的经验中间，讲我为什么爱祈祷？我为什么爱读圣经？我为什么爱查经？这对我有啥物意义？伊袂去想这，但是伊甲主耶稣三度了后，信心蒙着伊了后，伊讲有一位真正的上帝，我有感受着啊，我有体会着啊。伊才是讲对，安尼我会开始读圣经，爱祈祷，甲上帝建立关系。但是阮古早咱这阵这 X 世代的人无共 ，X 世代人是讲有一个听你的上帝哦，圣经有写哦。你有看到圣经有写无？这上帝怎有听你？就讲一大堆啊！你即摆甲青少年讲你安尼做吼，上帝圣经安尼写，你爸母嘛是安尼做，伊才不爱插你。伫咱的书记有办一个活动吼，这活动叫体验活动、体验活动。你看到有这个攀岩、垂降、走绳，我估计咧，迄垂降是对6楼哦，放这个锁链慢慢收对放落来。你6层楼顶头会惊袂？惊到要死，讲牧师头一个爱去。你垂降过程中间放一个锁啊，那一慢慢放。迄青少年嘛会惊，比牧师较惊。我跟你讲，互因体验了后，就甲伊分享信仰的道理。对这个体验中间，什么是你生命中间上该惊的代志？讲考试啊。考试考无好啊，还是讲找头路找无啊，拢会惊。生命中间有真侪惊吓的代志，但是呢，伊爱先体会到惊，然后甲伊讲，你看到你拄仔对6层楼到伫1楼的时，虽然你会惊，但是你有绑一个锁啊，这个锁啊，就是主耶稣的手。你拄着困难惊吓，你爱祈祷。你爱抓条这条锁链是上帝手啊，所以伊爱需要先体验，你才甲伊讲圣经的道理，毋是讲一大堆道理了后，讲你爱信耶稣。若无一个体验，那像就保罗伫少年的时体验到主耶稣入去伊的生命中间，伊要怎样转变伊的信仰？所以真重要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17章到18章，当阿拿尼亚换手伫保罗生命中间，换手伫个身躯，伊当阵信心充满。主耶稣
甲保罗相拄的是有大光照伫伊生命中间，有信心充满伫生命中间，这就是体验。有体验，伊才会去想，有去想，才会去做。伊去想去做是也有新体验呢。你讲哇，我有信心摸着，我有主耶稣摸着，我有体验主耶稣真正存在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所以伊才开始领受，开始相信耶稣，才开始洗礼。你咪讲啊，时间到，你爱洗礼。即摆真流行讲啊，时间到应该洗礼。伊讲我为什么爱洗礼？主耶稣教我有啥物地带？我就无感受到啊。所以即摆青少年真注重体验、体会。咱的教育方法嘛是共款，爱无用共款，对经验、体验中间领受上帝话。第三项，活伫上帝所定着的影响。你看，保罗互信心充满了后，做啥款的代志？其实主有对这阿拿尼亚讲：“你替这个保罗祈祷，因为我有竞选保罗来侍奉我，我要伫外邦君王甲以色列人中间宣扬我的名。”其实上帝亲自来竞选保罗，嘛只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伊爱受到济的艰苦。其实每一个青少年嘛是安尼，因需要知影伊的人生到底为虾米来活。伊甲主耶稣有相拄啊，伊相信耶稣，然后咧，伊人生要怎样来过？你看保罗，伊互信心充满，伊甲主耶稣相拄了后，伊食物件，体能恢复了后，伊就甲这门徒做伙徛起一段时间，伊马上去传福音。伊到伫大会堂来传讲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囝。伊的性命开始无共款，保罗的性命入去一个上帝所定着的性命中间。这青少年嘛是共款，伊感觉真时间过了真慢啊，真无聊，人生真无奈啊。为什么？伊无找到上帝互伊定着的所在。保罗互信心充满，改变，甲主耶稣相拄了后，伊就找到上帝互伊定着的所在，就是为主来传福音。伊是真做一个上界伟大的传教士，这是上帝互伊定着的。伊就行伫上帝路上，活出一个影响力。即马咱的青少年，毋是无影响力，是咱用济物件甲捆绑掉。保罗生命改变。伊继续为着主耶稣来传福音，伊领受上帝使命，真做上帝所拣选的人，就是要传主的福音。但咱的青少年咧，伊为着主来做工无？有活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生无？只有活出一个影响力的人生，才是人生胜利组啊！但是我有阵看到青少年真可怜，伊讲吼，牧师啊，我毋知我未来要创啥。啊！要考试，要考大学，要读倒一科，我嘛毋知。要找什么个工课，我嘛毋知。茫茫渺渺，心内底真艰苦。其实根据调查，这是青年学会所调查一个报告，伊讲吼，42%、43%的青少年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甲方向。43%。是讲我人生到底要创啥？伊找无着方向，毋知要做啥。咱的教育是讲啥？咱的教育是安尼，为着公平吼，每一个人拢爱爬樟树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啊？咱的教育是安尼，为着公平吼，每一个人爬樟树啊嘛。啊，什么人较紧？高山啊较紧啊，安尼敢对？无因是正确。每一个人应该是互上帝领受上帝特别的使命甲恩赐，毋是每一个人拢行同款的路，也毋是用考试来定着，嘛毋是用父母来设定，搁较毋是用社会价值观来决定，是上帝来决定是上介好、上介适合、
你有当时看到你囝儿，你看到你的孙，讲啊，你也爱做医生，谁讲的？啊，你爱做一个老师，做一个博士，谁讲的？是你讲的，不是上帝讲的。有当时青少年，伊心内底真艰苦。啊，我上帝就叫我行这条路，啊，我爸母叫我行迄条路，伊要行倒一条？啊，老师讲另外一条。人生胜利组应该是行伫上帝路顶面，是上介好。保罗找到伊生命中间，上帝互伊一个定着，互伊一个使命，就是真做一个宣教师，毋是经学教师啊。是一个宣教师的使命，毋是一个经学教师的使命啊！每一个囡仔，每一个青少年，毋是活着父母所期待中间，是爱活伫上帝所期待定着的所在。我一摆伫主持一个壮行礼拜，有一个青少年甲我讲：“牧师，我要去读医学院。”讲哈，啊，你毋是大毕业？做一个会计系的毕业吼，上班一段时间，讲伊要考医学院，我大概想讲哪会安尼？伊讲吼，上帝感动伊呢，甚至伊在祈祷的中间，主耶稣甲讲，你要好去考试，免烦恼。伊就真正头路辞掉了，就去考试，考医学院，准备考试真艰苦对无？你也毋是读医的啊。要读这方面真慢啊，但是伊就读，互伊考掉。伊为什么会当忍受这款的艰苦麻烦？因为主耶稣三拄，甲主耶稣三拄，伊知影人生的目标方向要创啥？我以前在辅导这个高雄大学的学生吼，我问一个学生讲：为什么你爱去考医学院？伊讲吼。伊要毕业正前，伊找无着人生的方向。你甲上帝祈祷，上帝讲啊，你着做这医疗宣教。哇！伊大学毕业了，就去读这医学院，互伊考掉，即马才做高雄长庚医院的医生啊。伊讲啊，上帝互我真做医生，毋是我真高，毋是我真有才调，是上帝拣选我。我知影，我以后要做医疗宣教，互我一会当谦卑，伫病院内底学习要怎样耐心疼心做一个医生啊！这是一个无共款的价值观。做医生毋是为着趁钱呢，做医生毋是为着名声地位呢，做医生应该是为着主耶稣来活。伫美国真出名一个医生叫高明宪医师哦，你获得这美国最佳医生荣誉吼。伊这医生无共款的，伊是5年的中间吼，你知影要入去这个全美这个医生的榜，这华人吼真少啊。5年的中，这华大医院5年吼，就选一个医生，就是这医学院医生毕业，才做医生了哦。什么老师会当影响伊上届一个因投票？这高长老真做一个因学生所形成好会当学习的对象。这医生的人生，伊对细汉开始是送向的家庭大汉。拄开始，咱咧想讲，这家庭无背景，送向伊甲伊老爸必须爱去台北车头卖一寡物件，粉啊、食物件，真艰苦过生活。但是呢，伊对细汉就是你要受伊老爸教示，毋通看轻送向人。你会道着你的性命品格上介重要。伊大汉了后，考到台大医学院，做台大医学院做外科医生啊。但是伊读册中间，伊甲主耶稣相拄。伊讲我过去研究这医学的物件，真深，真好了解人生的道理咧，有生有死，有病痛。伊感觉爱认识这疼伊的耶稣基督。伊讲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。伊认识上帝了后，伊的性命搁较是无共款。伊讲我做一个医生，
我这做一个基督徒医生，应该是无共款，应该是爱疼别人，亲像家己。我看过一个见证，就是伊患者讲，伊以早移民到美国的时啊，无保险无钱啊，就是这患者去找这医生，伊讲无要紧，你无钱无要紧，我将真俗的介绍，甲你帮衬这生产的过程，无论是检查一切物件，拢用真俗的物件来帮衬，用真俗的介绍来帮衬医疗方面的需要。伊就做一个医生，伊交代其他医生，伊其实40年训练400几个这医生。伊时常教示伊这拄啊毕业这学生讲，趁钱毋是医生上介重要的代志。你必须要真有疼心，好款待这患者，患者怎做你的朋友？伊讲我真做一个基督徒，我怎样看待这医生的工作？就是爱用注意下所有听，甲因帮衬。有当时伊中昼无食饭，嘛是愿意甲这患者做伙安慰伊，要开刀之前该做伙祈祷，帮衬啊这患者。我毋知你的人生胜利组是倒一组，但是愿上帝祝福咱的后一代，行伫上帝路，行伫上帝命，这所定着。是上界好，上界得到祝福。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请我的特别上帝，求你祝福上联教会，求你施温人民祝福上联教会这群青少年，是一群约书亚的世代，是充满着信心、勇气、真理，有上帝的灵甲因同在，甲因伫地。求你兴起这群青少年会当为主来做工，领受上帝启示，入去上帝所定着的，完成大使命，分享你的教会，传主你的福音，拯救失丧的灵魂。愿上帝，你祝福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负起阮的责任，做家长的，就用上帝话来教示咱的细囝。求上帝帮衬，互因信心充满伫这世间生命中间，领受上帝心意，听到上帝声，行伫上帝路顶头。愿上帝你亲自祝福，稳定加倍伫咱的后一代生命中间。愿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之名求，阿门。